你係咪覺得日日都忙到透唔到氣？處理唔完嘅工作，解決不盡嘅問題，搞到身心俱疲？呢種感覺，幾千年前嘅人都有經歷過，就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偉大領袖摩西，都曾經面對過同樣嘅困境。佢一個人扛起所有責任，搞到自己同啲人好攰。當佢嘅岳父耶特羅見到咁嘅情況，就直接但帶着愛咁提醒佢：你這作的不好。出埃及記18:17。呢句直白嘅說話，其實唔係責備，而係一份充滿智慧同愛嘅教導。耶特羅教導摩西要懂得適當地分工，放手信任，同埋細心聆聽唔同人嘅需要同聲音。當權力同責任分攤開去，唔單止摩西自己，連同佢嘅子民，生命先至可以有秩序、充滿活力，同埋得到真正嘅平安。呢個就係聖經中智慧嘅帶領，亦都係愛嘅具體展現，值得我哋今日學習。